面目大一叫面部客栈，侬客栈方面话，行业面的都是侬客栈方面话。买的侬在做不带我，买的，买电报，买的侬在。侬在做布袋，做布袋，做布袋，我来点水草，我来点水草。错，还有买弄一点，还有，买弄一点，买的侬在走布袋做佣人，我来点水，错，还有买弄一点，买点弄在弄起，这个词是方言，对不对？做布袋我那点水错，还就感到有买弄一点，就感到心里不好。买点弄在做布袋，我来点水错，还有买弄一点，弄在来点风的那个字，方言。买点弄在做布袋，我来点水错，还有买弄一点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。时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娘娘